终于完成我的任务，这个角色也扎心了。从一开始的更慢，然后后来会变渣男，这对我来讲是拍戏以来最大的一个挑战。一直走到中间，有一些比较搞笑的，我也是玩得很开心。还没起来，还没起来。还有这一句啦！因为大家看花絮都知道我很爱讲一些13、2。我也很感谢，就是我的对手燕佩啊、嘉文还有季和。这个结局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是算一个蛮不错的结局。最后真的是很感谢明视的长官郭启春的剧组制作的陆哥，可以让我来演这个佳瑶的角色，然后也辅助我佳瑶这个角色，可以让各位观众看得到。谢谢大家。拜拜。